受戒十字架，这个因缘嘛是简单的代志。毋过呢，因为咱知影即出咱爸拄仔哩今年120周年大祖师传道纪念，包上着咱师尊老大人传道78周年纪念，咱师母50周年纪念。简单讲起来，你阿庙末法，你北洋正法、正法，伊这时阵，咱会当来到这个世界。毋过呢，咱会当坚持，咱的修法道这个理念，嘛当修法道以身作则，亲口所讲。即若你甲讲起来，事实非常难得。咱当时就在甲你讲。而且应该讲，我较简单的甲你讲一下，因为这个经典要照落去。伊头一句就是咧讲当然头一句就是咧讲，会当研究道学，会当研究这本大乘法的人，伊差不多安尼讲啦吼。因为随着这本大乘法，对这本经典，甚至含这本大乘法内底当中其中的3个。你会知影即个所在，即个修正教嘛会当修大乘法，即个人，因为即部经典，即个处所嘛，即个即部经典即个因缘，那安尼当中甚至经典其中的3话，就对来讲，你会知影即个处所，一切处所公彼处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该应供养，咱看下，因为这部经典每一个所在，就是拢佛的所在。简单讲起来，咱若当按照着咱这部经典，甚至咱今日这部经典其中的3话，安尼去甲做，那安尼知影讲，含世间天人阿修罗。拢爱来供养着这部经典，这部正法。咱互我过去讲，结义甲讲义，结义无条件前你咧讲过去2568年代志，这叫做较结义的代志。但是讲义的代志，咱嘛知影讲，迄个经典会互你开智慧，迄个经典会互咱天人。阿修罗一切会当得到正法解脱的经典，毋是《金刚经》这部经典，加主理这部经。当然，这部经典是主体性的物件，但是伊咧讲是讲，包括一切所有的经典，会当互你成就菩萨，会当互你成就正定正觉。这部经典拢总有分。你爱去甲供养，你爱甲供贴。虽然咱过去在佛道上啦包括道信嘛有啦，去经典，去佛道咧拜，咱嘛知影即去佛道咧拜，这叫做供养。咱甲看起来当中啦若要甲讲起来，这部经典到，因为伊是安尼讲叫做3000道，因为。三恶道就无写过，三恶道伊是写到3000道。就简单讲起来，一切天人阿修罗，这叫做3000道。因为咱知影，三恶道，因为伊嘛无机会，嘛无时间，人来供养，就参像我过去捌做比如，我伫工作咧，怎做善事足好，怎你咧供法、供佛、供仙，你嘛知影足好，毋过呢，当来咧。当然咧，换其他的太当来，爱得爱当然拍拍，因缘都还未成熟。毋过呢，咱今日3000都有这因缘，咱来共学这部的经典。或者咧解说，咱即会当来共学咱老祖师的三宝生法，会当得到咱老祖师的三宝生法。佛法式就是教授叫做共佛、共法、甲共性。意思完全拢相像，所以呢，如何拍庙？这个意思讲，如何安尼当中，如你咧去到庙寺咧拜佛，迄个佛甲塔，伫印度是
讲艺术，伫咱台湾，伫咱中国，当然咧佛庙啊，佛寺佛塔，塔有顶写咧，哦，咱以前讲咱叫做六佛塔吼，无讲叫六佛庙啦吼，啊，那个讲叫五神讲六佛庙，啊，所以个塔就是有一个较小，啊庙那是较大，应该是安尼解说。那在印度，伊是庙甲塔拢同一个意思，讲叫做庙艺术。这点爱念嘛，甲咱做一个解说。但是到这个所在，如佛塔庙，你学到这部经典，你研究大乘法，你研究三宝生活，这个人，好，你会知影，这个是足伟大的，这个人是无简单的物件，因为这个人是这部经典的所以呢，我大家来讲，当地是的，伊这小我就直接来甲你讲伊即要到遮就直接甲你讲，咱今日直接，这是迄段接落，佛塔庙即要接落来讲，何况有日，何况这个何况就讲，甚至有这个人，这个人是啥物人？真能受持读诵这个人，因为经典，离经典就足宝贵啊，离经典足可贵啊，甚至经典的是半杯，含天人阿修罗都拢来重用啊。但是，毋过呢，何况这个人会当得去读诵，真能受持读诵这个人，咱之前有讲过。迄个受持，受就是讲受英文，持叫做持字，受就是叫领达有心，持叫做意念不忘。咱今日，咱咧读经，咱咧上经，咱咧学经，咱咧听经，咱拢受有业，咱受业，你有感受无？会当是念念的。毋过听，即讲若听见，迄讲较走出。但是，咱就来讲，倒来，即个等听了，打出佛门了后，拢就先感受了，无作出比无较大单。其实，迄个修就是讲，你把你读过这物件，即部经典的物件，你会甲下心，毋知叫修。意念讲持，意念讲就是讲。你把因为这部经典的大乘法，你袂使甲袂记，你袂使甲袂记，这个无简单哦，真正无简单。因为你就是有迄个心，你就是有心咧用心，你这部经典你才会了解无你若无心，讲同款就了解但是加上这四样伊所重要。甲读诵，即咱互我进行繁做解说。伊讲苏菩提，后壁则讲因为佛得叫是啥？苏菩提，当地是你会知即个人即个人是啥物人？当地是你会知即个人即个人就是真能受持读诵即个人当地是人，你会知即个人。伊的成就最上第一，稀有是无？这几句你会读落去，这几句是对。伊的成就就是这，这些物件，咱今仔日人人家看看，无感觉看无看着人话。但这四句你若甲读会落去啦我无骗你，成就叫做往往不返。这人已经成就圆满无缺，但是最上是啥物件？伊成就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内容，这部修炼只能修持读诵这部经典，会当什么经典？大乘经典，会当我哋成菩萨的经典。但是，所以伊成就最上，什么叫做最上？最上就叫清净法身佛。第一叫做圆满的法身佛。第三，虚极相有，这叫做千百万叫做法身佛。伊成就就是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所以达到圆满无缺之法。这讲到几下来？啊，若安尼当中，这个人可贵，这个人足可贵，这个人足宝贵。所以咱好而且后壁咱好通特别一直甲有甲做阵啊，圆满复杂的艺术而且咱好斗做一个这个记载落，也就是亲近的如来发心，成就发心之法，发心之法，就是啥物法？就是无漏，就是无漏无为法，利名作义。利名作相啦利非名作相，换一个解释，就是达到清净无量。所以无漏无为法，无法度替伊出一个名啦，也就是不能指出伊是甚物相，伊的本身就是利名作相。利名，迄个无迄个名，无迄个相，叫做利名作相。凡所有相，该是无讲的物件；凡所有相，拢就是相的物件。利名作相。啊，若安尼讲者拢无去啊。其实，这无当用语言讲，我就用语言讲，会使甲用一个比喻讲，我嘛是爱做比喻。当然，永远毋是困觉日真正熟睡。你有我利名作相，你嘛毋知你咧困，你嘛毋知几仔出好。迄个时阵，困一日天光啊，你伫迄10点钟的熟睡内底当中。迄个叫做利名作相。你困起来，你会安尼讲，困一下讲舒服。所以人细俗有咧讲，困入去上8点钟，困去做8，若半暝啊，我都常咧，比如讲12点啊、1点啊、2点啊，规暝落醒。众生就是咧讲这物件，众生就是规暝落醒。困菩萨的意境就是。入甲出来，这叫做利名作相。伊嘛无想哪个，伊甲进入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伊要到迄个境界，这叫做利名作相。有一个名，有一个相，即拢是五种四相。但是伊为了让众生知影，伊嘛出着一个发心，清净发心。这个名实在，这个名是免讲安做。发心是利名作相，我拄则讲清净发心，咱中间一个名的对，咱叫一个自性，毋是叫名嘛。毋知图灵伊讲，民主一科就变成老风手，今朝曾经观之造成300万头。民主毋是共些名啊，对，即个民主毋是讲说发心吗？发心是讲民主吗？甲以前迄个民主吗？毋是，所以你用着一个绝对的名，甲讲这物件，讲出来了后就无绝对。但是这是做比喻，无名按做个名。无上之心，一切，再来讲，一切，出世出世，这个出世法无有道理，而且出。这个世出世法，世出世法，离世间爱出这个世间法，无法高以上，叫做最上之法。若安尼说，是我拄则咧讲迄叫做清净我心嘛，敢是清净我身嘛？清净我身，这个最上。第一是咧讲啥物件？个性，圆满个性，是毋是安尼？所以呢，解释叫做万德庄严，有无量的相，有无量的相好，为众生叫做中尊，可堪称为地。所以这点足重要。咱咧看这部经典是重要，你若讲这重要人看不出来。第12分你无了解意思，我们就咧讲在讲这物件，所以其实这物件是真无简单的物件，叫做万德庄严。这个无量所谓相好，心有无量相，相无量好，好无量庄严。对初级菩萨的性，二地、3地，乃是甲8地，甲
变叫做性，这种叫做哪菩萨，这种叫做性，在上之中真情叫做红尘，无有人比超过伊的，所以叫做哪哦，所以哦。 所以称为叫做地位之法，第一圆满是无法，清净的发生就是无，圆满的个性就是无地位，所以地位叫做最上帝只有一，所以称有佛，毋是这个指标，释迦牟尼佛，因伊的定义叫做自觉达他，甲圆满，咱讲释迦牟尼的定义是指自觉达他，甲圆满，如果达到。 这个意境就叫做佛。如果是一种的指标性的物件，释迦牟尼佛，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伊个书叫做念佛，我们把它的解释到哪一圣体，但是讲哪一圣，所有的叫做地，叫做觉，拢叫做觉，觉性圆满，功德圆满。 所以第三个人我现在标出来，稀有是进化生物造出来，清净发生物，圆满个生物，千百万的化生物，这个都三生物，化身。观世菩萨32相有8种好，咱佛陀32相有8种好，观世菩萨。 嘛是应化众生，嘛咧度化众生。今次呢，到处就是咧变化。你上迄个大溪桥，显化一个相，伊要记业。但是观世菩萨当中，伊看迄个业要需要什么相，伊就显化迄个相，安尼叫做哪？叫做应化性。咱各位，咱嘛是哦，咱有一个千百万的化身。 咱这个化身佛，咱这个化身会当做各件代志，会当做这个歹代志哦。你会当应化这个心，当然咱嘛通应化这个心出来了后，会当救人，会当救劫，会当讲经，会当说法，这嘛是拢叫做应化身。这随类现身嘛，随类现身嘛，虚实小有嘛，要做到这毋是简单哦，真正做到这毋是简单。 我毋知有讲过无？我前阵伫迄个印度去其他人吼，人要甲讲起来，人要结束嘛，真正诚悬啦。咱才讲，你什么人？你什么国？什么地方？拢总有去甲做啦，拢去甲，伊讲做尊王啦，做法王啦，拢有去咧甲灌顶啦，看得起。 但是，伊今日无同一个应化，世界有遮侪国家，伊什么人去，什么法伊都照来用。当然妈妈你无陌生嘛所以伫世界，伊就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人真够智慧，所以伊有法度做呢，你敢有法度？有，你有法度，因为伊的自信甲你自信要相像。 但是咱应化袂出来，伊应化会出来，因为咱功力无够。敢是安尼？功力有够，你敢有可能？有，绝对有可能。所以呢，这个随理宪法，兄弟姊妹，有需要什么道理，你会变什么道理咱较早越南有一个有一个迄个较早一个查某个讲灵异显化查某的啦，显化查甫的啦，显化生活的情感里面。我较早去中央赶出来无迄个个越南迄个哪？青海。青海啦，伊嘛是要学伊嘛要着变化身。毋久啦咱才讲的。因为人的变化身，毋是想讲变，连咪妖怪连你啥物打我，物件讲一摆落顶写我得体的物件，其实迄有件啥叫做妖言惑众。人真正应化的是众生的需要，要安怎引导众生？你有法度应化众生的需要，
吼，随类现身，随类应化，你这个心我容易应。所以在天上说法，在人间之效，拢在这个人间说法，就是人心困在人间变化心，变化所为三二效，变成种好，而且物件造出来，所以叫做应化心，应化之效，哦，应化之效，哦，这个咱拄则讲的吼，是叫做前道上面化心，化心困入金刚经。26分有一句话讲：苏摩地若以32相观如来，专论性王即是如来。苏摩地言：世尊，如我该会所说的，不应32相见如来。哦，这个以这个道理就是咧甲你讲，虚有少用这个道理来甲你讲，就是讲，伊虽然演化这个相，毋过呢，伊这句话就是什么物件呢？伫《金刚经》的26分就是。出现着啊！伊讲，较会使用32相来观如来，观如来这个爱读叫做观，毋是叫做观，叫做观。咱袂当用32相来看到如来发心嘛？这话上个人讲，专门信王即是如来。那安尼你会当用32相来看到如来？那安尼当中呢，因为咱的迄个欲界天的内底，有一个叫做专门性王。那专门性王，伊嘛是伊的某种重要性，安嘛是会当用到伊32相观如来呢？哦，世尊，如果该我所说，不应32相观如来。哦，那世尊当去答复师父来讲，以我该我所说，袂使用到32相观如来。凡所有相，应该是虚妄。这句话。就是咧化掉说法的相，袂使接受。所以而且讲哦，专门性王的相，专门性王是人间的第一路特别相，但是伊嘛啊做一个个人相，释迦牟尼佛天上说法，如地藏经地藏经啊，是在到阿弥天就咧讲啊，这段佛。所现的上好，绝不至32上好，80种好利益。所以呢，伊按天上人所现的佛相，如应化身，要去度化六道众生，伊就是示现六道众生的相去度化伊。哦，所以呢，用神通广大啦，吼，随类的现身去度化这众生。所以称为叫做虚有之法。这个道理就是讲，佛因为菩萨，因为这个功能，对一个所在有需要啊，我就应迄个相。较早咱练几句，讲，敢讲，人讲观世菩萨啦吼，人讲师尊啦，讲有一日到一个山骹啦吼，讲迄个师尊啊，就一个。伊关键迄个午时的时阵啦吼，有一个有机啊，所以呢，人伫咧山骹拄咧办一个喜宴啦。到中午的时阵啦吼，我人去一直入啦，要坐的时阵，咱的时阵啊，是讲观世音菩萨还是师尊啦吼，讲走对迄个新娘啊，也是做走吼。是后壁当中吼，我一定迄个人一直喐啦。哇，可能咱师尊啊，也卫生也卫生，你个小卫生啦，空间卫生啦，当12点的时阵，后山然后叫做卫生木栅，所以从放，所以迄个基本上木栅，迄是迄个流江啊，流对伊伊的鱼条，死咧请个鱼条。迄人人走去死了了，所以迄人当看到这部了后，活佛，当你救的时阵，你讲你逐个走哦，你逐个走哦，敢有人要插？嘛无人插，你这做啥后白讲？我一顿在上好，你世间的人，我也未请你，你就要叫我走，我哪可能走？但是，毋过动了后，伊硬逼你走了后，
用的这方面，比较叫做实验迄个方法，实验迄个神通随类现身，用着这个方法，等我当逼这个人，逐拢走啊哩，开始录信了。所以当12点爆发起了，伊就甲下了后，这边人看到这局了后，哦，这是外国来去办，确实是啊。所以呢，因为咱做者这个经验，做者这个经验，所以咱有一句咧讲啦，所以有一句咧讲，千处祈求千处应嘛，这是讲是讲这个关键千秋祈求千手应，嘛叫做观世音。观到世间的苦楚，观到世间的苦难，到处去救人，去救劫，救人去救劫。咱讲嘛讲，迄个叫大溪迄个，迄个大灾难。迄个大灾难当中呢，因为我听前人咧讲，因一个四兄啦，讲话咧咸啊，讲有交杯一个。在调查局，较早足大调警知影无？迄是拢专门咧调查地下情报啦。咱人讲，伊讲当时观世菩萨摕着大刀旗救劫，迄是真诶，迄是真诶。迄个档案是拄啊摕伫空军的内底，什物档案？伊讲是拄美军的飞机飞去伫空中，甲看到一个影。迄只影过就怎啊翕起，甲说是安尼。阮倒来了后讲，迄逐个拢毋敢讲，因为迄是军事，较早军事是足严的。若无顶悬讲，袂使来讲的。要讲出来，佫惊谣言形象呢。但是，迄足秘密的，迄叫做密案，到尾方面，调入去大本嘛，到尾慢慢走出。迄个案，但是迄点的原案无彩色的，迄点的原案我看着一图安尼乌啦，就遮尔个，就关键嘛是乌无遐，即摆买人一直洗，一直洗，照一直上，一直洗着看足水啊，当然啦就甲变，就咱讲确实有这件物件啦这个物件，所以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合作来讲，佛就是有发心、有报心、有应发心，同种圆满富足，叫做成就。安尼敢听有意思？在咱话头前，伊即成就讲伫头前，所以呢，伊最上叫做发心，第一叫做圆满发心，千百万的发心，叫做应化心佛。所以呢，能成就就能真实是。你要成就到这个意境，你要受持托相，听讲恁这人，就是咧讲，这个人的成就。所以伫这个内底当中，恁若读六祖大经，过去有读着啦。金龙经的发这里做句话啊，无多发这佛命，是最尊、最上、最地论，无诸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将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如此的修行，定能生活道，变三毒为界定慧。有无？咱六祖规律，伫第二品的内底当中呢，伊就即番话：最尊清净法成佛，最上圆满报成佛，最第一就是叫做应化成佛。这三首就是讲这物件，含即部相像。含即部啦，含咱佛道咧讲即部相像，含即部发心、报心、应化心。经典是六祖坛经甲金刚经，但是伊的义拢总相像，但是文义伊拢全无相像。所以三十律无上正定正觉，无上正定。其实你咧看经典，这物件会讲会开，毋通讲无上就是讲哪你毋捌，无上正经咧讲毋捌，正经讲啦，无上就是发生前发生，无人比较上，所以叫做无上，叫做清净发生。报身就是讲圆满，因为这个圆满无法的地方，应化就是讲千百万化身，意思是咧讲这个物件。
所以咱若安尼会当切入个经典的，因为其实咧讲起，若做单经甲经文经你拢看会到，你拢看，所以因为你当这三句。无知无妄又无来，三个字全都出，互伊用着大智慧，拍破五蕴烦恼颠倒，如此修行，定生得道，变成三毒一概体会。其实，若要甲讲起来，最尊、最上、最低，是哪有变化出来？是咱一心变化，清净发心，变得哪？变得圆满过心，圆满过心就是讲智慧。清净发心，就是咧讲自信，自信甲智慧生着应化生出来，啊，敢听？应化生出来，日头就是咧讲，这物件这叫做温体最上最，这个日头光叫做圆满，有日头光最低，会当哪？照下大地。大地若无有这日光灯，若无有这个这个日头，甲日头光伊透我大气，影射映外所有大地会当生出来，无就生出来。所以今日你有自信，有咱的本，有咱的智慧，咱会当去利益作出众生，利益作出。毋可能咱今日有一个自信，有一个智慧。咱来创意，这个智慧变成知识，到会变成魔鬼，所做出来，就害死众生。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另外KK园区诈骗集团，因为骗人，拢骗的大陆较济，拢骗大陆较济啊。迄个石柱江啦，什么的陈厝啦，迄骗了几若千、几若条呢？迄中国大陆要甲他骗到跳楼呢？阿某离婚呢，甚至爸囝人互相战杀呢。规空间本来是有一个好的家庭哦，一边啊变甲人，本来变咧几若条、几若10条的呢，迄钱发光偌济去呢，看骗害死偌济家庭呢。咱台湾这毋过发着有800几个诈骗集团去的时阵啊，去干部者呢，规直我塞入大陆去呢。有啊，你若看个网络，你就知影。伊有这个，但是做出来物件都做袂啦，害死人。有自信着，但叫这个叫歪错的，这个变成哪？失去实践，众生的底线，魔鬼的底线，结果做出来咧，当中害死众生。你能做出来的是，嘛是迄个。你会做错了，歹代志害死足侪人嘛是迄个，人生就是安尼嘛。所以今日咱就知影，咱一定即世后世未来世，所以三世诸拢为即个物件，无离为即个物件，无离为即个物件，因果拢牵条的。你毋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绝对走袂去，你莫烦恼，一定走袂去。所以好啊修是时啊修，但是要修较有补偿。所以呢，烦恼颠倒，这若当修理，咱定生活道啦，变三毒不改体会。所以最尊、最上、最第一，这个我一直咧强调说。如同六祖金刚经最上，如大经咧讲最尊，是我先金刚最低，就是大经最上，圆满自性。在金刚经稀有之法，如大经。第一个是，即我拢做就挑出来，咱看合理。所以若那个后壁出话听好，欲经变所在之处，即为有；之处即为有分，就是这样解释。你若当做安尼来，你会明白。你今日学这部经典，学大乘法，你修佛法。就有分，若你毋是分啊，你今日就是分，你今日咧做讲佛话，食佛饭，你听佛道，就有分，作尊重结束，后壁出位来注意。你今日是凡夫，但是你今日咧做菩萨事，
你今日做事，你唔管夫，你叫做大还众生，大还众生，咱老对讲大还。过去大比丘、大比丘、大比丘宗，拢毋是大，即个你要看落去。 比丘，你有出家叫做比丘，你无出家叫做凡夫，但是你有出家叫做比丘，你无出家叫做凡夫，是有出家甲无出家尔，顶悬拢加一个大，安尼叫做回小向大，向大向大，即个大在哪？因为你凡夫。 你凡夫，修行，你凡夫人，你做大善事，大圣、大圣啊！吼，大圣。你今日你凡夫人咧做菩萨事，你凡夫人咧做菩萨，你凡夫人咧听菩萨道，安尼你毋是会判定人凡夫。 其实，佛咧讲的物件，毋是对肉体咧讲，毋是对你身体咧讲，是对你心情咧讲，对你心情咧讲，对你心情咧讲。那安我请问，你今日你是凡夫哦，但是是安那？你受到欲尊啊，别说，你会了解，即阵无修行人要尊重你即阵修行。安尼。 无我想讲，咱伫社会，咱地无比人较悬，咱学习无比人较悬，咱的生活无比人较济呢。咱只若讲要去安怎拜做做一个庙里后，真正呢，社会人，若讲目睭是洗较紧呢，人是要甲你信的呢。啥物人要甲你信，佛要甲你信，菩萨要甲你信，圣人要甲你信，伊看你会着。 伊看你会着，伊无甲你当做你是一半凡夫，伊拢甲你当做你比人好厉害。欲尊重弟子，但是今日咱一个问题是，安怎咱今日修这个大乘道了后，会人袂来听着？敢是道的问题？敢是道问题？毋是咱的问题，是咱的问题。所以人做人都是讲。 欲是真修道，不见世间道。欲见他人非，自心即是做。但是，伊甲你讲哦，道本来是足宝贵的咯。哦，但是你家己误了无势，误了到出到后，咱无尊重你。今日是做书的地主呢，咱今日是孙书的地主呢。咱孙书的地主呢，因过去佛咧讲是依佛的地主呢。 敢要非常，咱就爱尊重伊嘛？甲这2568年来尊重伊嘛？其实毋是尊重，因为伊已经咧受法，伊嘛是凡夫伫咧做善事。今日伊咱是正白羊应文应记伫这个白羊，应记伫白羊哦。但是咱今日虽无剃头做和尚，无剃头做尼姑，随时咱要穿一咱阿西。 咱穿西装，甚至咱穿咱家己的法，即个咱家己的无受到佛的三一八的迄个所谓的一个伊的戒律，咱无，因为伊有做工卖的衫，听班有听班的衫，甚至要去大城有去大城，伊有迄三一八，你固定是这三个，咱一贯做无，因为一贯都是在家出家嘛。 对不对？咱是因为，迄个排着经济，要来修道嘛，咱个人会当结婚嘛，个人会当去饲家庭嘛，个人会当去趁钱嘛。但是无甲你要求，你应该穿不可以的啦，天班啦迄个大班，等你穿一下爬出来，大家还有一致安尼，敢有甲你要求较缩严？ 无，但是要求是要求对，要求咱只修。咱敢若会合呗？咱敢若会合呗？
咱敢若袂好合的，这重要。咱敢若袂好合的，这重这个问题，毋是真正啥会好合的问题。所以今日我就甲你讲，若今日这个基础，这个优分，就是因公知事业，伊当受持托相，公知的修行，所以因这个人甲受到尊敬，这是佛的弟子。咱今日学真理这块的内底，咱多数的弟子，咱人嘛出名出到，人嘛真甲咱尊重。若欲在基础，不管你是对人民，你是佛殿当等爱惜，爱惜欢喜。有金，伊即嘛是来讲金无金啦这是过去2000几年，但是伊咱即嘛是来讲啦，咱一贯地术三宝宪法，这是大宪法啦所以应该恭敬重用。我拄一个照叫出来，毋是讲只讲金黄金做基础啦过去的圣人先去开发，记录下来的书本，拢叫做经典叫做经典，互咱会当开发民生建设的书本啦。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所在基础就是三宝所在基础。要知影，经典就是法宝。即为有佛，这就是怎样讲呢？经典传达的佛法，佛法是为民的法式，为佛经口所说，念读经典就等于佛在当面为你所讲，因此经典所在因此经典。就是佛的下意。一样，所以叫做即为有佛，就是如同佛宝欲尊重的主。作及这个作的这个及的理解，尊重的主。你今仔日是佛的弟子，是只有佛，就如同佛宝欲尊重的主，欲及理解尊重的主，即是如来可尊可重之弟子。即一切的情经就是咱咧讲叫做情宝、身宝，这个身宝，因此金刚经所在基础叫做三宝附属，就是可知影处处的事情。这个问题，你毋通一直想你2500-600年的代志。其实咱咧讲这部经典，是咧讲这专业的这个现在代志。过去安尼，现在安尼，未来嘛是安尼，迄不变的物件。所以咱今日爱知影，咱嘛是一个僧人，咱嘛是佛法僧，咱嘛佛法经那个是。你毋是一个僧人啊，你毋是一个修行人啊。其实有阵时啊，咱一个修行人，咱搁比着。若要甲讲过去拢毋好啦你佛教上，嘛爱修到学饲出来，嘛咱逐个修会变较好个，敢是安尼？每一个地方都有好甲歹，不可能因为咱既然僧人就是修行人，要互尊重，嘛是咱毋免互尊重，咱自然会尊重。比如咱先人，咱老先人，先人较老先人，甚至咱过去的前辈者，出去到外口，咱有尊重无？我问仔知，要到第一银行，因为为着后生一件代志，过去有一个迄个护理，甲一个专员来咱后生来，说咱后生来饲个囝儿啊，我为着问仔知一件代志，要找要带一件，要传和父去到10点去甲拜访。因为迄个妇女生翁分到查某，就传人生李传法。因为经过足久我竟然毋知我啥通来互伊，我过去有老来，我啥通来？我是
我介绍我义的姓，我是洪新聪，我的职务就是负责人，义的姓副领导。我才有开始要来拜访。迄个副理事接电话，随接电话。迄是副理半暝，我今暗暝来做到7点多，叫到7点。是还没讲，我无法度，时间到尾，我来袂使。我伫车顶嘛就开始，伊一直甲我讲，真甲我讲，因为我是2号姓党，社会是足现实的哦。我是2号姓党的副领导，伊嘛知影我暗用两个算看看，伊知影我毋是乌人邪道，有尊重咱有无？你若一般顶人，伊连要插电话我会插，你问我是哪来？咱找阮内底什么人怎么？所以伊含我讲话，讲啥？伊含我讲啥想要半点钟，伊搁教我一个方法，教我一个代志，要尊重地主。所以咱出去是互尊重的呢，咱是有价值的人呢，咱是有价值的人，咱的价值是本的地主，咱是做事的地主呢，咱毋是开玩笑，无一首歌食菜，食到40几年，食到30几年，你若讲一罐刀，一罐刀收益都袂歹。一般人做钱拢袂歹哦，但是呢，人来家做落，不可能每个有一把扑克的，可能因为阮老快做无好，人嘛会甲你嫌，毋是讲大家拢迄落啦吼，不可因为，咱即句话讲出来讲，真正人嘛是安尼学落吼，因为咱是老祖师的弟子，福报就是道场，口诀就是传承法的所在，传授生法。这个给传授心法，就是不传授或者地主的这种叫做秘传。咱六祖安尼讲，法即一心传心，令人自我自解，自我佛传本体，丝丝灭有本心。这句话就是讲，我对讲出来了后，特别的秘传，我毋是讲你用心记起来。慢慢含我量算1、2、3、4、5，但是迄个物件叫做刻意，气，我来讲过，这个分别，对不对？两过，一过甲一过，你的意甲我的心，这刻入来，气刻意，叫做密，这毋是秘言。佛为传本体事事灭伏本心，是本心。本心叫做哪？本心叫做自然心。毋是本心叫自然心，咱有一个资源。无念念的心，本心要出来。因为口诀就是传达不一个法门，也是直接切入，叫做本宗。你敢若本宗？本宗就是本性，咱的本性不增不减，不得不息的物件。迄个本宗就是有口一切物件，迄叫做宗。实系。这个是宗，系宗，在中间宗，所以人小的讲叫做宗教，不，系就是开始，宗就是结束，叫做系宗。所有宗系，都有宗教。这个宗就是讲叫做啦万教，万教。为什么？为宗，万教为宗，有教无类，有教无类。这宗就是万教拢为这个，但是教是宗的内底当中，教法当中，无因为你这个宗教，叫做有教无分类，大家拢会当理解宗。
自我服务员本体就是讲叫做本宗。咱今日找这个本宗，本宗就是我们本性中心，本宗触动我们智慧的清净心，就起来。是啊，咱的智慧清净先走袂出来。我们不再无完无灭，我们就不再得众生，我们当下别法，我们正道无为一法，无为一法就是一个关键功能，也是达到这边为了无心，这是一种的佛的意见。所以讲经无经上咧讲一句，若是经典所得之处，即为有佛若尊两个数就是这个经典，这部经典是要你成佛，会当要达到圆满公式，圆满，圆就是无法，执叫做光明，智叫做智照。这个圆会使光明，这个智嘛，咱叫做定。哦，而圆满袂当互你光明，也就是达到智灭为了，智灭为了，咱过去捌讲过。哦，无迄个啦，诸法无常是成缘法。哦，生灭为意，执灭为乐。说实话，就是执灭为乐，是我先唔免解说过来解过。执灭若是真正无生，就是甲佛的意境。所以咱经文经所讲的，若是经典之处，听好哦。经典之处，经典之处就是要互你达到这个物件。那安尼当中，你这个经典就是咧讲成佛。你无透过着这篇经典，你的智慧，你的清净心走袂出来。后面来讲，若尊重弟子，在道场中变学堂，在佛教上变精。你语的是佛的弟子，就是佛的精神。有啥物物件？大家即句，佛的慈悲，有佛化众生，就是如如本愿。有佛的言文自如，这就是遮少恶，以合同，就是以天地合一德，以我合一名，以数字合一数，以鬼神合一德咯。这但是指阴阳小的之理。所以讲迄物件，就是讲运业业运自，业就是业的一切事项。运就是去运转自如，你无成息，你拄着什么境，拄着什么环境，拄着什么思想，你用任你讲啦，任你做啦，任你去安怎，我袂甲你计较，袂甲你比较啦。自如又在你啦，已经有效。咱人拢是我同任，我听着我着加耳孔尔，我听着我着加耳孔啦。我着袂好势啊，袂咧输好势，我当入门都袂入门啦。做叫做定，造叫做慧，定慧等持，我叫做等持。这个做唔是一的意思哦，这个做是那个一开始叫做定，安定的定啦。造要讲啊，哦，定慧叫做定慧。这句来要定为顶持，意中清净，那作品第四篇就咧讲，遮罩这句就咧讲这个事。所以我当认为自如，你达到遮罩好，定为顶持，意中清净。所以呢，合同就是合，你看人有合无？今日天地合一德，今日若天地无合一德，天野咧，地甲你知，有对无在对无？因为伊要来计较合一德。所以叫做大，所以叫做大德。咱的德无比天较悬，无比地较高。所以咱今日有天地，咱无怪这个所在。但是伊有甲你计较，
他何求得？但是伊甲讲义法合一个，义法若无义无法，咱了把这个世间的方面，伊嘛无可能讲伊外一点，伊嘛无客法。好，意思是合意思，思就搁顺思。冬天无走咧，冬天绝对袂走咧春天，春天袂使走咧秋天，秋天袂走咧春天袂颠倒学袂走。咧，事实若无即个事顺思，嘛歹顺顺思，咱会乱袂？咱活伫这个地球上会乱袂？你逐日生活就袂好生活有变。哦，迄个日头若晓甲你50度变50度。暗暝才甲你几度，安尼0度，50度差0度，搁差50度，对不对？你会活袂？你会活袂？你外口的天气，你的身体若超越外口的天气的温度的负荷啦，若超过你外头袂，比较来。啊，无人讲冷水煮青蛙，冷水啊，这气甲落去，这个气甲本身伊嘛无讲安怎呢？但是火大到到冷水变热水，伊的冷伊会到伊冻掉的迄个哪个迄个程度，伊冻掉伊来活，冻袂掉的时阵就安那。一命乌去，对不对？我跟你讲日头向阳的，你今日可能30度、40度，反正你挡会调，挡会调，到50度向的，烤得到剩0度，你大概对谁算调？你活来几十个，所以事就是讲，伊是一个照金属咧行，伊几十项的结合，这个因果，你做什么因，结什么果，走袂去的物件。袂讲你做恶因，家结成果；袂讲你做善因，结恶果。吉凶嘛，吉凶祸福嘛，拢是因果造来嘛。哦，无咱常来讲一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日子未过，非是善恶无报，敢是安尼？哦，有诶讲做恶做多啊，欠别6箍，欠那6箍，有一日当中你下水的时阵，你就拿6箍。我就迄个讲咧，KK 园区的魏家人、魏怀民啊，白家、魏家、刘家还有林家，敢是？这拢个压动的。我听讲吼，迄个白家吼，迄个白家看11个死人。白居人啦，什么白晶晶啊，伊个花拢做起个迄落啦。魏家吼，什么判5个死刑啦。魏怀民其中一个，将是70外岁啊，较早伫迄个缅甸 KK 园区做皇帝咧。爱要生人哪有咱啊？祖囡仔打拼去吼，20外岁10岁祖囡仔，咱就爱经过伊咧。骗者你心里面我着你话无你，我毋是一个用无死的，都甲你认定咧，甚至呢，因为你有器官的器官吼，甲你做去海底，海底当中用医疗船甲你载去呢，要甲你摕器官，伊嘛无先来注麻射呢，伊讲这注麻射的器官无好处呢，那像胎猪啊呢，安尼要甲你灌药剂，甲你灌药剂呢。你爱你的，我袂听呢。要甲你挂对，甲你挂对咧，甲你挂眼角膜呢。若果医生无听病人的采求呢，敢是安尼？我是如何？上尾啊，从甲你死都甲你拖落，都一定要甲你拖落，互迄个那刷会食嘛，嘛叫做猪杂，甲伊当作猪仔囝。安尼来处理的呢，但是因果无对。我讲，我去讲，若会当我顶来，我要做一个平凡的人好，早就进入无必当时。菜通食菜到死，人生都着做到安，
他还有明天吗？甚至未来迄个世界还有未来的世界吗？迄启动年是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这个无法度讲明啊。所以今日总是因缘小变之理，但是因缘小常之理，但是而且内底有得无自得。咱今日离白羊的地数内底从中，咱逐位真想，逐位想。虽然讲咱今日有功，咱无自功；虽然咱今日有德，咱无自德。咱无家讲我足伟大，我足神圣。但是你本来是伟大，你本来是神圣，因为你是老祖宗的弟子，你是这个国王，我慈母的弟子，肉身的弟子，你就是一个大公的众生，你不是一般的人。你会知影？你问伊讲啊，我阿捌你，目屎阿捌你，哦，我阿我也无钱，咱看袂起，咱内外就是一箪书一瓢饮在落风里，不敢比喻啊，不敢记录。但是讲这拢袂理由，上惊就惊你无志气，上惊就惊你受袂落去，唔惊讲你无地位，唔惊讲你无尊重，上惊就你家惊错，惊歪去，惊偏去。你个惊好不归路，那安尼当中，迄叫做你无法度，迄是你家做，迄叫做自作多情。要不然，因为咱今日迄个内底当中，我请问你讲，咱何是咱周经理甲郝经理，老人家是咱已经是40几年来、50几年来，咱即嘛傲低的人，傲低的人啊，对一个人甲看你无起。我问一句话。自郝经理，这个新的周经理过来了后，因为道有虽然变化，但是恁的心无变化。因为恁的心不是对郝经理，恁的心不是对新的周经理，恁的心是对祖师。我是祖师的弟子，我是济公老师的弟子，我是师叔的弟子。人数会变化，但是我这心袂变化。咱会尊重你袂？恁去到旅游，性人上看恁无去。敢有人看恁无去？好心咱看心人看恁无去，无。咱的志气，咱的志气比较高。迄阵心大好咧话讲，无简单。咱无成带小姐，若无第二了，无法通去到底，万要面相。对一个粗囡仔，人要甲讲起来，过去公司咧上班的粗囡仔。毋是过去有做过大事业的粗囡仔，咱一头迄个国变成，伊欠的但是伊去。你若不晓，人若无有，用法不好。伊伫迄个当中拢开发，我甲恁讲，恁去行看卖恁就知，我甲恁讲，恁拢袂感受。迄去对联要开始有迄偌艰苦，你敢知？咱伫台湾啦，你台湾，恁敢有捌开喙讲去度较侪人？你讲有人你讲你会去倒？有，咱敢有记咧度？无，伊拄着无度袂使呢？伊逐日就爱度，伊逐日拄着爱度呢。无度无人，无度就连。迄一个月吼，租金一个月是17000块，一个月要交，一个月要交呢。去上这班半回来呢。你逐个月去，逐个月去啦！你咧租业，你是来讲，阮这是偌济人要佚佗呢？啊无你第2工就倒来，2工就倒来，来了几个月咱要转。啊，阮这是偌好佚佗，啊你这毋是上班，啊你咧上班，阮这在你着摕官方咧上班到合，人都毋好去安尼，毋好去啊！你上班咱要走去呢？对，无晓，我行这条路我无晓。人足侪兄弟姊妹来等我今日甲讲，今日的好成，人是行出来，遐人袂走来好成恁度。这毋了我看看，虽然讲是做足济人，但是遐人拢30外、40外、50外，但是大家都做优秀，我面面前。这若昨天做经济，你就阿弥陀佛啦。你离东马，你离东马这边，你好成若培养一两个经济客有经济，你好成免客气。
我伫泰国开3000年，真是每一年都去100万。一年都永远都在存钱，但是你到迄个北马槟城，逐个尤其伫咱冰岛迄个哦，逐个经济拢足好。你若一个两个、两三个啊倒起来，较早老大叔讲厝迄种较无。但是要做伙，那个足用心的，爱靠，耐心爱靠，注意爱靠，逐项都足侪人会啊。去了后1个月、2个月，迄种当中会得，那会得是钱哦，用，干，我这点仔事爱上啊，爱上这点仔事，我毋是讲是非啦，找无几个。啊无，你互我找几个，伊家己我较讲伊会去，听命办事，用赶都赶袂去的，话是讲，迄我歹去，甲你抢我歹去，什么叫听命办事？要安怎尊重地主？你今无做错，要安怎尊重？我问你，免了立德，免了立国，免了立言，无可能。人生一定要行出生命这片天，你绝对要行会出来，毋是惊我做一点仔事，要互人我学落的，要互人我尊重，无可能。你没有做出去，人才要甲你行，人甲你行。换一个解释，爱无落，对不对？新老哥是安尼，伊拄则咧甲我讲吼，我无讲无听着你带来咧讲吼。带小鸟无简单，有技术，我嘛事实是安尼。甲拍摄看下好无？我有信心的。好，所以呢，第12章到讲到这就结束，咱就进入第13章啦吼。因为时间嘛拖落，都剩20分钟嘛，我嘛才算偌济吼。